梅花魂是上海豫剧院在1958年上演的一出爱情悲剧。袁雪峰老师在剧中饰演的程信元，为大家展现了一个勇敢、坚毅，并且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古代女子形象。一步一为大家园，五谷在比一三元，自古古路茫茫奔赴家分西川，黄沙弥漫金砖。